大文版家己补出来的头毛多长，林东的。有一天阿伟时，看到一张隔壁的头毛多长传过来，迄是家己补出来，有笑外悬，已经咧开花啊。打头一看，隔壁的小园有发袂少头毛多长，想讲来甲这张头毛多顾好，等到结果的时阵，通互社区的囡仔入来，就摕一支铁条啊插伫边啊，甲头毛多绑咧，互伊袂稳去，成长较会好。这个社区厝地头前拢有一块细细的花园，当初嘛是看到这个小花园，再要来做退休后的徛家。我是自早就爱种花，即摆有所在通种花种草，真欢喜。就愈种愈济，家己的所在囥袂落，就囥到通道对面的空地，会安尼做是看到真济住户拢安尼。我想讲喷花水水，也无影响景观。会记得都有住户特别来甲我讲，袂当囥，看起来应该是咧欺负新来。当初建商的想法是家家户户的厝头前，花种较水水。规社区都水腾腾，也毋过小园的照顾甲住户是带什么人无关系，单单是甲伊有处理甲顾有关系。真济住户的小花园拢是真难伫整理，杂草拢是器材大，草拢是自由自在，照家己的步调成长，则无咧管理主人有用无用。等到草啊发甲比人较悬，实在是真袂看到的，则请人来刮，拢是安尼咧连花。过一阵仔以后，有几工较无闲无去看，一工透早咧压水一看，头毛多长无去啊，不离个隔壁的头毛多长要是好好，真足甲看，迄支铁条啊，互人等伫涂骹。啊，就真怪奇，我也无甲施展，干脆用铁条啊甲摕咧，要甲照顾呢尔。头毛多长也无顶路，袂该人，遐大丛也无可能刷去别类种，敢是有人甲扣掉？啥人会安尼做咧？凶手是啥人？就安尼，我就行入去垃圾网内底，真久拢行袂出来。2026年6月11日，头毛豆就是番茄，补出来就是长出来。